来哦，文心你的声音来。喂。点钟的这个时间内面吼，咱做些知己好朋友了解讲吼，阿平的这个节目内面第2点钟吼，拢会邀请到这种较各行各业，也是讲较特殊的人物、特殊的对象来跟咱的电台、跟咱知己好朋友来去做些熟悉哈。当然阿平我嘛是哦，足少访问迄种业界，也是讲艺人吼，这方面较少吼。但是呢，讲起来讲少罔少，不止啊嘛，拢访问到迄个大咖的较济，包括什么谢明佑。吼，那个金曲歌王哈，什么陈建伟啦、施文彬啦、罗时丰，甚至个有一阵啊，迄个欧丽哦哈，徐富凯因拢捌来过安尼吼。所以我讲起来，咱服务的对象的吼，去访问到这对象，其实也不少啦吼，袂少的这种歌星，但是哈，有当时我感觉讲。奇怪啊！我若要访问的这个歌星的部分哦，通常哦，这若毋是这2、3步起啦，你啊无就是足特殊的这个对象哦。啊若无呢，阿平啊，我是感觉讲吼，笑着对毋对哦？我感觉讲这一般的我都咱就凊彩哈。哎哟，若今日记得我今日要甲咱知己好朋友来介绍这位吼，都毋是当凊彩当解决的就对吼，真正毋是简单的就对吼。因为安怎讲呢？咱大家嘛知影讲这个台语歌坛吼，其实老实讲是非常之竞争。非常之竞争哦，这个竞争的这个程度来，就真正无较输迄个吼，这个咱所讲国语的歌坛吼，这台语歌坛方面吼，大家嘛知讲吼，不但竞争之外，吼，这做囡仔都好体格好吼，人要耐对不对吼？查甫咧，查甫男是体格要赞哦，无得烟斗个飘撇对不对吼？但是安尼之外呢，敢有迄个全方位的这个艺人啊，是讲这个歌星是偶像级的呢，哈哈呀，这都无讲，你有当时来感觉讲吼，无甲特殊甲点一个，你会感觉讲，我假使嘛无听过啊，毋是拢翁立友吗？无就是徐富凯吗？哈，我甲你讲，那这位吼，这真正伊若徛出来，你真大概骹尾冷去，我甲你讲真正啊，你毋知呢？我毋相信，你若毋相信吼，我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这首歌曲啊，是这个咱等下我要介绍这位吼，全方位的，会当讲是台语歌坛这偶像级的吼，偶像级的哦。这是不简单哦，啥物安怎讲偶像级的，等下你就知。我先来安排这首吼，伊的老实讲，这是算伊这首伊的专辑内面的第一首歌曲，嘛是伊上届会当讲是 hit 歌曲的其中一首。来听看卖这首，我想要回去迄当时，听看卖来。在的残景，记得将阮犹搁牵倒转彼当时。目睭刻亲像有听见，咱的早老的声音徘徊伫阮的身边，夜头看才知一切拢是过去。我想要回去彼当时，亲像细汉时阵爱着阮的日子，爱阮世界驶来又驶去，幸福相随。我想要回去彼当时，会当陪你坐踮海边看流星，予阮会当轻轻揽着你，要搁放开。在的残景，
你将阮犹搁牵倒转去当时。目睭起起，亲像有听见咱的早闹的声音，徘徊伫阮的身边。夜头看，才知一切拢是过去。我想要返去迄当时，亲像细汉时阵爱着阮的日子，爱阮是个生来又逝去，幸福相随。我想要返去迄当时，会当陪你坐踮海边看流星，予阮会当轻轻揽着你，袂搁放开。我想要返去迄当时，希望时间会当为着咱来停止，停止所有悲伤的空气，袂搁心碎。我想要返去迄当时，扔下所有残根甜蜜的过去，予阮会当轻轻揽着你，袂搁放开，予阮会当轻轻讲一声，我爱你。Oh my god！ 哎呦喂呀！哎呦，你听到这种歌曲哦，真正我咧是想起迄当时吼，迄个水鸡甲姜子无关系。OK， OK， 哎呀，咱今日就真正就无简单啦，就英雄，而且呢，我足激动，因为怎讲呢？因为吼，这个现场吼，你若讲去感受着讲去访问的这个对象是安尼烟斗飘撇个呢吼，人烟条啊子安尼无半牵的这种安尼吼，是这种这个偶像级的歌手吼，你会感觉讲真正会足感动哈。今日去真无简单，邀请到咱这黄文新。斌哥，自由之声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黄文新。哎呦，文新呢哈？文新是，你实在是无简单呢，我感觉。啊，安怎讲？哎呦喂，你屏东囡仔对无？我屏东囡仔。哦，所以你的台语是你的母语共款。我的母语。哎呦，讲为细汉的时阵讲到今嘛，是我对有真深的感情，也有真侪属于我的真美好的回忆。台语的部分是。哦，无怪你这个专辑内面全部拢是台语的，全部拢台语。哎呦啊！我就是讲，我为什么一开始要播上这首歌？其实这算是你的这个上新的专辑叫做爱那时。爱那时拄则这首歌就是叫做我想要返去迄当时。这是你写阿公阿嬷的哦？不是，这是我写我两个朋友啊，两个朋友，对，好朋友，就是这个张正凯甲叶小秋，就是我之前演一家人啊饰演的迄个角色。哎呦，我看这真正不是庄正凯哦，庄正凯是迄个唱歌的。好，唔通黑白切啊，倒白啊，你黑白倒哦，是迄啊，三立迄出啦吼，家人哦，一家人对不对吼？对。哎，尾啊，郑凯毋是带起来，敢毋是？带起来，迄个时阵，我就雄雄做有一个灵感啦。哦，一个音乐就一个音乐伫我的心内底，安尼一直盘旋不去，所以我就紧用我的手机啊，甲这个声甲声音甲录起来。哦，这个 melody 安尼就对啦。melody 甲录起来。哦，所以才来做这首歌。哦，想起迄当时。对，要来纪念着两个嘛要纪念着迄当阵伫内底所演的这个角色。尤其是后壁迄几场，让我足感动的。感动哦！
有个人讲，哎，你也无法度处理呗，无对啊，嘿，敢若像无法度迄个进入迄个角色对不对吼？你敢有法度？你敢会讲无法度退价？啊，退价，往退价较紧啊！有，对，就是对啊，就是我讲白啊，我讲其实只是讲迄情绪，我无法度处理安尼。是，但是沉溺伫迄个情绪内底，但是我袂沉溺伫迄个角色，因为我是往观众的角度来看即两个角色。足奇怪，毋知为虾米啊？我著一直足回味，你知无？是哦。我著互，这是唯我演过一部戏，我感觉我足思念的所在，我感觉哇，我袂感觉可惜，但是我会感觉对足回味迄个感觉，讲哇，迄当阵。但是你也知呢，咱讲真诶，你敢知？你自从你去领便当吼，迄集开始领完了，你敢知？迄规个吼，迄个收视率吼落2%，你敢知？哎，你毋知呢？哈，你真正落2%吼。啊！你大家安尼敲电话安尼硬熬，叫你转个转来呢？哈！你真正是啊！啦，其实伫我的这个 Facebook 吼，嘛是有真侪人留言啊。我感觉有造成着大家真大的一个回响，大家回响嘛做热烈的，一直讲吼，因为之前大家拢会讲8点钟啊，无可能领便当啊，4个会较长啊。300集的。对啊，无变什么同年人。对。共款面的长来呢。后来讲领便当啊，讲那个郑凯你可以再回来，你该当个长来。大家安尼万叹到要死。对啊，我讲哇，真正做唔甘啊，无你会当变一个同年人，共款面的人长来。我讲无可能，这贵姓就是贵姓，那惊死个。哎呀，为了太平间甲北，太恐怖了，真正呀。所以这首歌其实哦，你东西是都拄啊下档的时候，比如讲你当到一个坎站，对，啊，当拄啊，迄个时阵啊，被杀青哦，啊，迄个时阵拄啊，存无几斤嘛，对不对哈？什么一刚拍是什么一场戏？啊，对，一场戏拍就杀青啊，安尼哦，啊，后来我就是心内我就有一种做唔甘的感觉啊，都向有足侪音乐，就伫我心内底一直出现就对啦。我就紧甲往迄这个手机啊，紧甲这个 melody 紧甲记落，对啊，所以我就后来我就甲号名叫甲这首歌合作，我想要等，因为奇怪，迄当初我咧唱的时候，我就是直接唱，我想要等去迄都时。哎呦喂！亲像细汉时阵爱着阮的日子，我那时候就我当初的家己会样，我就唔知啊，我出来我就那 melody 走起来，马上我就先唱条歌，我因为就直接的副歌啊，那呢我就直接紧甲录起来。哎呦，所以我一开始就是一直讲吼，你台语歌单内面啊，要全方位吼，迄真正惊人有啦，真正有影。你看。这个会晓唱歌就算了，好不好？唱歌唱了有诶，有啦，迄无啥物了不起吼。啊，即摆佫讲，啊，伊个引导，你安尼是足侪人。啊，我无你惊呀，这幕做到这了差不多啊，无你惊啦，即摆拢豁出去啊，就对啊，即摆呀。这边我意思是讲吼，我感觉讲真尔肯定，就是讲温馨哈，黄温馨哈。你安尼变成讲，你伫即个唱歌方面吼。就头仔讲着安尼，你讲话迄个劲道迄个感觉，就是讲你声音比较甜吼，真 man 呢。你有法度通唱出遮尔迄个呐喊啊，而且佫有迄种迄个飙高音的感觉。你自细有练过哦？敢有？无咧。哈？无咧。拢无。是依传着阮妈妈爱唱歌的基因。哦，妈妈会晓唱歌。会晓爱唱。爱唱啊！对啊，我嘛无讲。有去上课是老师教。人迄个徐富凯，人往里拢开足侪钱去学，去请老师教咧。是，真正咧，你知嘛吼？我知。哦啊，你拢无。所以你唱得足厉害啊！没，这差不多厉害呢。无啦，啰嗦无讲。啰嗦无讲，啊，你欠咪。啊，这种就是会学落去，就是安尼啦，吼。是。所以讲，你这首歌曲，比如家己做。对，我家己做词，家己做曲，对。哦，
哦，这无简单呢。就甲编剧老师、甲制作人讨论讲要怎编这个曲啊。啊，对，是，因为我点解看到这首这专辑吼，是今年上新的嘛，对不对？应该是2017年啦，年底，对，年底对啦，上新的专辑，上新的专辑。哎呦，我看到真正迄个真特殊呢哈，伊个外包装是咩？塑胶佬啊，塑胶佬，嗰塑胶佬看起来足爽啊咧。塑胶佬啊，佮系切菜，哦哟对咧。听讲这是讲汤啊，对汤衣啦。我这件专辑较特别的是用一个汤衣的这个概念，汤衣就是这汤仔纸啊，汤仔纸，就这概念包装纸来做这设计。是主要艺术就是要表达讲，这个感情就亲像好汤仔纸包起来同款。哎呦，咱看起来咱甜甜蜜蜜啊，对，浪漫嘛。是啊，但是呢，这个汤仔纸内底包起来这个感情，其实有足侪酸甜苦涩。就亲像我专辑内底每首歌，拢代表着咱即马现代人是毋管是查甫，可能因伫即个环境伫周遭所会拄着一寡感情的代志，亲像拢写伫歌内底。是啊，吼，嘿，这真正无简单吼。当然啦，得罪咱自己好朋友，应该足欣赏我的对，因为我呢会当呢面对面看到黄文新无大劲吼，佮当呢徛伫伊坐伫面头前听伊唱歌，你看觅。好，这摇滚区嘛，差不多安尼俩。我看摇滚区佫无咧，无法度摇滚区，甲我袂比一个。咱讲真正，所以我真正有够爽。OK， 当然啦，咱这个歌曲，这个专辑内面的歌曲第一首歌曲就是咱头先讲，我要登去迄当时嘛，吼。要登去迄当时。第二首歌曲，听讲这首歌曲嘛是互你安尼食个饱。思念像沙吼，思念先沙啊，思念先沙哈。哦，这首歌曲嘛是真正足特殊，因为伊的迄个 MV 吼，哎哟，我看你安尼真正是安尼足虚无缥缈的感觉。是，我甲你讲，为什么要虚无缥缈啊？咱先来听一个。对，我小等下大概解说为什么要安尼做。安尼哦，好，听过来，咱先听首这个思念先沙这首歌曲来。旧年的北海花，有你伫这，做海风看黄昏，等你落山。美丽约定双人行，笑容满满，一份真心的快乐，幸福作伴。如今的北海花，无你伫这，连连风海影声，凄凉孤单。风袂散去的往事，情线无痕。心叹一切过去啊，就消失在手中线。咱前世无注定，偏偏情来大磨。问天安排一段缘分，怎样来断线？望春夏等秋冬，一颗心永远袂冷淡。以为爱过流啥，通好怨叹，心有影。双人行，笑容满满，一份真心的快乐。
念孤单，风飞散去的往事，情线无痕，心叹一切过去啊，就消失在手中线，咱前世不注定，偏偏情来拖我，问天啊摆一半缘分，怎样来断线？望春夏等秋冬，一粒心永远袂凉冻，以为爱过你有啥当好怨叹，心有影爱无看，思念已变成山，飘飘渺渺，分分合合，散伫阮心肝。你敢知有一天，我会踮上风的海岸，刻咱两人的名字，爱会记你，永远袂散。哦 ，Oh my God， 这真正听到会 Oh my God， 我真正，哎呦喂呀，这个啊思念心酸，对，思念心酸。哎呦文信，哎呦你真正是就是人才呢你呢，我实在是感觉讲你真正足配合的真正。哎，你这 MV 内面看感觉上吼，啊伫咧北海岸翕的哦，不，应该是太一个沙湾西海岸啦，哦是哦，对，海什么海岸就对啦，西滨公路呀，西滨公路哦，对，桃园的西滨公路，伫桃园遐就对啦，对，哎呦，你搞得配了一大堆呢吼，迄个风力发电的迄吼，对，哎呦，然后刚好我好有一个山是一接起来贴起来，足先就是在沙漠安尼哦，贴起来 T 字形，哎呦，这个跟所在，哎，刚好就有多好有这个场景，是哦，咱拍这个思念心酸。但是拢听讲食到饱是安怎？食沙啊，因为风足透的啊，食沙食到饱就对啦。沙子食到饱，哎呦呀，可怜哦。对吧？而且拄则咱有讲到讲吼，为什么看起来做虚无缥缈？啊对啊，嘿。拄则我毋是有摕一本簿啊，伊个学日记笔记本啊，都写下嘿。啊，画一个图。啊对。伊这个图呢，就是我伫一家人，这个小秋，伊坐伫我后壁，看我咧煮食。咧煮早顿诶，这个背真正呢？真正啊，真正，这是你讲假啦，真诶啊！啊，我内底思念生活这 MV 内底饰演阿飘啦。啊，你是一个阿飘哦？对啊，我理解。就是安尼啊！哎呦呀！所以我就摕一本，我来看。后壁网络主干摕伊就伫遐思念嘛，然后我就是阮分隔伫两个世界啊。但是我嘛是甲做思念伊啊。是。哎，你这爱解说，无真正无人知，我看，我讲奇怪，那就会虚无缥缈一样啊咧。啊，娘喂！因为我就是饰演阿飘，啊无拄则伫一个我坐伫海面，这个沙滩顶面。对。还有一个岛，一段岛啊嘛。一段岛啊，你都写物件嘿。我就是要伫另外一个世界写配合放伫这个瓶中信内底等你海，到另外一个世界，当收着安尼。莫怪我看你牵一支酒矸啊，酒矸内面有配就对啦。对。吼，这真思念配安尼。嘿，这真正是真有意义哦吼。是。思念先刷就对，意思就是已经消失了。对。啊，已经过往去啊。是，无过倒的啊！哎呦，你这爱情真正是安尼哦，真悲惨呢！你这真刻骨铭心啊！啊，真正有影吼！啊，当然啦，咱来看过这是温馨吼。你即马你本身即马所写过歌曲内面吼，是。其实你这块专辑里有写2、3首歌曲对吧？2首歌，两首嘛吼。对，2首。搁一首听讲，这首嘛是真尔特殊，是讲迄个。这首叫做《幸福伫身边》，这首是较甜蜜的歌曲。啊。这首嘛是咧写
这首是咧写我之前伫我内底饰演迄个张正凯毋是庄正凯啊，我叫有人无讲庄正凯当首演戏啊，这样大概误会没有，就是里面那个角色，吼，迄个角色靖凯啊，就对啦，靖凯啊，靖凯啊，一开始甲这个叶小哲是李艳，对，一开始其实阮两个细汉是好捌字。哦，对了，对，我有看，玩伴嘛，青梅竹马，然后到大汉，其实就像迄捌一个好兄弟安尼，好兄弟安尼嘿。啊，但是后来我才发觉讲，其实我是介意。我才知影，原来幸福伫我身边啊，一直拢想讲，我哪可能介意？无可能啊，拍死嘛，无可能。后来他知影讲，原来我心肝内。一定有伊，这个是心肝来，张正凯这个是心肝是介意，是张正凯，不是庄正凯。你讲第八遍啊，我讲好你，你靖凯啊，对，这真正好对。我说首歌曲嘛是讲幸福踮身边吼，对，这种歌曲嘛是讲你的啊，当时譬如讲你嘛是这首戏互你的感觉你都写出来嘛，写出来。其实写这首歌有感觉痛苦，为什么痛苦？你知？因为这首歌是我伫演张正凯这个结束杀青了，迄种足心酸的、足悲苦的迄种心情，我会写。因为迄当阵戏进行到迄当阵啊，伊毋是伫我早前我较低迷迄当阵写的歌曲，所以你在后边要回溯，爱回想讲当时发生啥物代志呢？当阵的迄种感觉哦，遐。时光爱倒流，你知道？有影，时光爱倒流，感觉其实真歹写，哈。啊，你讲像我想要等去迄当时，我一讲迄阵我就完成了。所以这个写歌曲其实唱出呢吼。唱出，有当时你当下的心情，你就爱好好把握，紧甲写起来。灵感卜就走出来呢。唔通像我讲，到后来到足久以后，伊头前拢是较心酸，较可怜的戏的时阵，你才来写这个歌曲，你写甜的歌曲，你真正歹写，足歹写。这有影这。我这个接袂出来，我讲。我首幸福伫身边，我写要一个月。安尼哦，真正我迄个咖啡厅，星巴克咖啡厅，我坐差不多4道，为下晡1点坐到暗时6点。可怜，安尼这首成本较悬哦。对，成本较悬。哦，你真正呀。啊，无安尼我讲，因为吼，这条幸福到身边吼，这条歌曲听起来是较像较快乐的感觉，快乐的感觉，较幸福。但是我其实我对你规个专辑里面哦，就这首歌曲我感觉是你的王牌。有一首歌曲是你王牌，多一首。丢高价啊！丢高价！哎呀，这丢高价这首哦，不，这首歌曲，嘿，这首歌曲我看到 MV 我嘛感觉足激动的，激动的，嘿，我感觉做特别的嘛。有咯，少女心为之疯狂，我但是哦，那个少男心，小带我再给你解释。唔对，我先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，咱大家来欣赏这算是咱文心哈，黄文心咱这边专辑里面的是上最主打的歌曲哈，上主打歌曲就是丢到家哈，这首歌曲先来听一下来。你爱情叫本来的我，无顾一切用生命去搏。原来我只是你的配角，无能力解释旧情的变化，踮伫感情的世界，谁才是故事最后的主角？心碎的想无要留予谁？剧情无奈甲心痛，就由我来收煞，就到这，咱就到这，情到咱袂当自煞，就到这，爱甲这疼，就雨伞放好开你我。
了解这剧情的变化，踮伫感情的世界，谁才是故事最后的主角？心碎的想无要流，好啥？叫一无奈甲心痛，就由我来收煞。就到这，咱就到这，情到哪，袂当自耍。我妈问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我不想耽误你，我们就到这。吼，哎呦，我看了这个 MV 了，我感动有足深呢，真的少男的心都飞跃起来了。我你嘞，哇你嘞，情绪复杂的。哦，是，哎啊，为这个 MV 个看起来真正足特殊的，做特殊的。为什么那安尼？当然是安尼设计，是要设计这个桥段甲这个啊，这歌曲嘿。三个软件应该是拢两个查某囡仔爱。两个查甫爱一个查某诶，可能查某就是譬如讲，嘿，我甲这个查某做伙，但是这查某囡仔我来介意，毋是我，伊才发觉讲介意是我捌一个，正常是安尼啦。啊对啦，正常是安尼吼，迄个三角恋情对不对？但是阮甲颠覆传统，变成讲我当做我是介意我诶女朋友，但其实我是介意我诶好捌一个男朋友。对，我迄个查甫朋友。查甫朋友嘿。对。哎呦，主要嘛是要来传达的是，即马即马言论拢真自由啊。是。当然，这个嘛真多元化，而且这感情对不对？感情，我感觉每一种的感情拢需要咱大家人去尊重。啊，有影嘞，对，值得我们去尊重。是啦，不管你是爱什么货啦，对不对吼？爱大爱小，爱老爱幼气拢共款哈。对吼。哎，这个是爱嘛，这个多元化，即摆的时代嘛。哎，不过阮这种较保守的，拢会感觉较奇怪淡薄啊。吼，不过我是尊重啦。对，有影，我嘛是尊重，因为像咱家己嘛，性向是正常。对啊，我们也是做，因为我也是身边也是有一些同志的朋友啦。哎，其实我说我有当时嘛怀疑嘞。啊，真的。因为我即摆看到你，我小可怀疑起来，我怀疑我家己个性，毋知会去改变咩？正常。伊看到帅哥拢安尼啦，啊！莫白讲，莫白讲。所以说，这首歌就是讲叫个调到遮，对。这感情就是到这大家做一慢的，对。哦，哎，佮改变一个新的一个方向就对啦。而且这首歌。这制作嘛，请到真侪大牌的制作，像这个制作人就是有制作歌的阿len真侪大牌的歌曲安尼，是，过这个和声嘛是真大牌，合唱的部分。然后帮我和声的部分是星光帮的许仁杰，真的啊，真正。哎呦，哎，家己无出唱片，家己走来个合音嘛，你又无简单嘞，这。伊可能唱无用啊，是做无用啊，拍有诶无。有影咧。啊，所以是因为这种人，佮有些特别邀请来帮我合音，有一个伊内底这个吉他，大吉他，是这个唱
迄边有一条歌叫《小幸运》，小幸运，对，内底迄首歌的制作人，是，哦，安尼哦，来帮我弹啊，这我就无介意无熟悉嘿，但是我讲的是阵容加坚强，是，哎呦，你介绍我就知，制作人用友情去请动他，伊讲伊正常无咧帮人弹，是吼，哎，无怪呢，希望伊这首歌会当好，所以请特别请来弹这个吉他呢。讲一个较实在，我感觉你规块专辑这质感吼，吼，迄真正超乎想象啦。是，讲真正，因为你有做一咱迄个啊，咱嘛毋是讲这出来一两工了，对不对吼？看到遮尔济台语的啊，这个专辑的歌曲一大堆吼，哇，咧满拢是啦吼。啊，毋捌看过讲这质感遮尔遐好的啦。因为这张除了包装以外，这个专辑的歌曲，其实嘛是希望讲，用这个方式，互即马现代少年囡仔，会当知影讲，因为台语歌买当遮尔时尚，买当遮尔流行。以往因为讲真诶啦，台语是我的母语啦，陪我到即马，我对有一个感情，所以我只是感觉现在少年囡仔对台语歌。会较青分啦，较青分有影，感觉甚至有感觉讲台语歌，感觉会爽，这其实有的时咱嘛袂当怪，这是正常，因为因听的台语歌可能拢是比较比如讲谢和弦啊，是讲张惠妹、五月天，但是因拢是以国语为主，有影啊。文青是纯台语歌手，拢是讲台语嘛，规个拢做台语，对，主要嘛是要传达互因知影讲，原来台语买当这样了流行，所以阮即件的编曲拢是用较流行音乐方式，就是少年囡仔讲的国语流行音乐方式来做编曲，来用台语来唱安尼。哦，对，迄元素在里面呢吼。因为我会记我细汉时阵听到国语甲台语其实拢各自有一片天啦。对，拢足精彩。系啊，位拢是咱超白道啊，讲这就是安尼嘛。但是20几年后。有差别啦吼，过来看了国语甲台语程度有差别。我感觉若讲像较现实、较好听。是。即马台语甲咱看了国语的车尾灯啊，真正有即个感觉。因为我感觉足可惜的是，咱有一寡长辈时代伫咧讲台语是一个真水的语言。语言。吼，咱国语4个音尔，咱台语有8音。为什么4个音的格局会当做遮大？对。8音的格局就是遮细。即我感觉吼，我感觉台语毋是敢若安尼，毋敢若安尼尔对，毋是敢若安尼尔，伊嘛是绝对有法度做出足多元化的风格，对，但是譬如讲像韩国音乐，韩国的音乐，恁遮少年仔讲真诶，你敢跳伊讲什么意思？跳无，看山阿弥达尔嘿，看山阿弥达，阿弥达，对啊，哎哟，你叫因讲，可能嘛是迄几句会晓讲呢，对。但是为什么恁介意听？因为因的音乐足厉害，足时尚吼，足贴近迄种你讲因无传统吗？嘛是有较早捌传统过。对。就遐韩国毋是有调什么歌谣比赛？歌谣比赛就是年轻较少年的遮歌手会去翻唱这老一辈歌，歌手的歌，这老一辈歌手的歌其实嘛拢较先演教，但我先演教迄个。小看，对，共款拢共款。但是因少年辈的去重新翻唱，重新演绎因的，甲创作出新的无共款的物件。哦，所以这就代表啥？代表韩国嘛是捌有这个过去，但是因即马，你看伊音乐，笑掉啊，即嘛，对啊，所以我感觉应该是无国界，应该嘛是无分任何的语言。有影，国语做会到，我相信台语嘛做。水我听安尼文心安尼讲吼，真正无吼，莫怪讲吼，为迄炒蚵到即嘛安尼吼，安尼规，你嘛要10档安尼吼。对，炒蚵边，未到即嘛。超级偶像啦，拜托啊。没有，因为炒蚵边嘛是，真好食，嘛是小时候的记，因为。你顶啊！马路的下路，对，路，哇边，菜刀贵，超哇边，真的，我在那讲，连格应该唤起你的记忆啊！吼，喙脑最足毒丁啊，真正。足少啊，人家伊那是只嗲迄三轮车开的无，超蚵边就开始了。真正。
所以哦，我来感觉讲，真正你为迄个偶像的迄个包袱吼，其实你真的经营得非常很好。你并不是讲吼，感觉讲啊，我得爱有淡薄结一个册，你知无吼？我得甲人安尼有一个结一个开安尼，我无吼，你真正吼感觉讲吼，你利用着本身的条件吼，啊，你一直要把这个台语的这个吼，这个水的所在吼表现出来。因为我感觉你规块专辑，哎哟，无简单唱，真正无简单唱。我甲你讲，斌哥，我甲你讲，毋是无简单唱，我家己唱嘛，唱甲作食啦。你啊，昨每件我要去上综艺节目，伊前一阵我甲重感冒。是哎哟，前一阵重啊，声音真正是，就是你若是换气唱无好，就袂爱啊，就换气唱无好，就会扫，声音嘛拢无啥物声。是哦。吼，我哋每遍都是拢爱唱《聊到家》嘛，聊到家系啊，是爱宣传。嘿，所以你只要有听到唱无好诶，拢真正足艰苦唱。迄就是我家己拢伫遐开嗓，你知无？是。我爱因为像我伫录音室，我诶声音诶特质就是，我爱先开嗓2点钟。哈，先爱2点钟，爱的，才法度通唱歌就对啦。足奇怪，我唔知为虾米，有诶人是讲。伊1-2点钟是伊诶声音上好诶时阵，我毋是哦，我是1-2点钟是声音上歹，啊偏偏我诶同学拢是困到11点起来，就是伪装创啊，开始啊，去他们店用去。就差不多要开始啊！安尼哦，真正就无法就有的写，无法度有的写就是爱硬唱啊！真正，啊，要硬唱，你买有迄个三两步起来，才好多硬唱，我那无你真正无法度啦，真正。嗨呀，讲到这个真正我当然啦，我看来讲这专辑规底安尼的制作过程哈，包括这个外包装，佮内面这个质感，像你讲的讲，佮邀请的这样大咖对，大咖的。哦，这真正足用心咧甲这底这专辑吼，做甲真正无输迄种。韩国的我看边啦，边会当甲咱比啦，真正。甲讲就是希望讲会当甲韩国也是咱国语的流行音乐共水准。绝对无问题，绝对无问题。共款嘛是要有这少年仔知影讲，你有的人一听，就像我会记我有一个迄阵拍戏的时阵有一个工课员，是迄阵拍煞，伊拍。后来我有一遍我等的时阵拄着我，文新哥，我拄则我有听你的歌，我讲安尼哦，伊讲伊是去数位听的啦，全部拢听。伊讲你的歌，因为伊袂晓讲台语，伊袂晓讲台语，听无台语，但是伊讲伊感觉我的这个唱片内底这个歌一听。你也无真足听，足先淡薄先国语嘛，淡薄先韩国。真正的吼，迄真正无较输。我听着我感觉足欢喜的，是因为伊听无台语，但是伊听歌，伊就感觉这歌甲一般的台语是较无共款。当然咱嘛毋是要讲一般咱即卖的这传统的台语歌曲无好，只是我感觉我嘛无否认，我觉得认同，我感觉我做认同的，因为这嘛是代表我自细汉的一个我记伫调的，是回忆，伊的水伊的好，一直传承到今嘛。但是我只是感觉讲，100张的台语唱片99张拢是做类似内容拢是做咧差不多的，差不多嘿。我感觉咱是毋是会当做无共的？我比如讲100张有30张 R&B。30张是 rap， 30张是英式摇滚，30张是一寡电子的韩国流行音乐。我相信台语一定会台语市场一定会当甲会愈来愈大，而且这个地位绝对有法度甲国语比拼。有影，就是我讲的，是。应该是无任何语言。讲到这我真正就感动啊！而且感觉讲真正吼，这文心吼，你这个心吼，这真正是我感觉讲会感动的，对，感动吼。包括讲这个专辑做到这么用心，吼，这一地吼，这真正这无甲收集起来，真正对不起家己啦。我讲真正吼，真正啊，当然咱迄个专辑内面拢总有10首歌曲，10首歌曲。但是你 MV 的部分亲像，加上伫迄个YouTube 顶个大概就3-4首吧，3首，目前是3首，要到两首还未出来，对，还未出来。哎哟，我期待哦，期待赶紧出来。我今日看到这真正，我感觉就爱看。而且期待我嘛，足期待。这期待，真是有呀，这 OK。好，那讲这个歌曲的部分哦，我阁想要甲大家自己的好朋友过来
啊，推荐一首歌曲。是这首歌曲是咱迄个啊本事本事，本事对本事，本这首歌嘛本事，对，这首歌呢无本事就活袂落，有影吼。就我都活到今嘛。但是这首本事甲先听起来，甲你其他的歌曲较无啥共款。对，伊的迄个 tempo 部分吼，对，而且这嘛听起来嘛，较像台式摇滚。还是摇滚。对，主要的是要互一寡较听传统台语啦。是，其实我咧讲好啊，伊这首歌较像亲像张惠妹好大力的啦，迄种歌是哦，对无？哦，感觉。好，我来邀请大家先听看，看是毋是有迄种迄个好大力的来迄个感觉啊？本事听看嘛来。你若有本事，就毋免拜托要求；你若有方向，总有一条出路。要踏马路，怨叹无人生的前途。若真正本事，免惊坎坷来阻挡。认真的倔强，天地命有嘛不常。扭转乾坤，凡事拢占压点手中。啊哈啊哈！挑剔孤独，是王者一款祝福。来北二路，连连风，谁来去有踪？心目中，正如泰山的胆量是绝世英雄。你呀，无在条路免讲，若袂碰风，创业背后第一功。你呀，头车保袂土动，若袂成功，提出本事第一强。你呀，无在条路免讲，若袂碰风，创业背后第一功。你呀，头车保袂土动，若袂成功，提出本事第一强。你若有本事，就毋免拜托要求；你若有方向，总有一条出路。要踏马路，怨叹无人生的前途。若真正本事，毋惊坎坷来阻挡。认真的倔强，天地命有嘛不常。扭转乾坤，凡事拢占压点手中。啊哈啊哈！挑剔孤独，是王者一款祝福。来北二路，连连风，谁来去有踪？心目中，正如泰山的胆量是绝世英雄。你呀，无在条路免讲，若袂碰风，创业背后第一功。你呀，头车保袂土动，若袂成功，提出本事第一强。你呀，无在条路免讲，若袂碰风，创业背后第一功。你呀，头车保袂土动，若袂成功，提出本事第一强。好听，听起来蛮热血的。真的啦！我这个听下去真的啊，喝大这里来的嘛，不嘛，差不多呢。对，就是那种迄种感觉啦。是，这个本事真正爱有本事的有影。那怎么看你这首本事，改成拢举一支都海来海去吼？对。奇怪，你为什么一定要举一支？迄个我听讲你有一个怪癖对无？是。迄个唱歌的一个怪癖好。这是什么代志？录音的时阵啊，录音的时阵呢，奇怪。因为嘛唔知咧，我嘛唔知会当时我就开始录音的时阵，爱举一支这个麦克，是在那个麦克迄个
麦克风架，对，麦克风架啊，我感觉呢，就是就是为了这首歌比较出来的迄个红色，是哦，看得出来，才好出来就对了。对，哎呦，你这怪片敢若无讲对嘿？是啊，我人无迄支你爱夹一支。我头起先嘛唔知啊，是后来我才知影，后来才发现呢。高追，我就高追。后来迄录音师的做，我因为我拢是共一个录音师嘛，是，迄个录音室录差不多七八首歌。哦，我刚刚录到第二首、第三首，录音师就主动给我调这个麦克风。是，伊就是说摕机最后，迄支就撒出来啊。伊就摕来我定调啊。以为你知怪，我嘛唔知为什么我后摆发等下。对，真正有怪片对哈。所以有人在录这个歌曲的，有每一个歌星，有每一个歌星歌手的这种喜爱的这个动作啊，是讲的这工具道具啊，你习惯啊？无道。听讲有人若要唱歌爱啉咖啡的呢？啊，是真个啊？有啊，我像我若要上节目之前，拢要先啉2-3杯咖啡的。2-3杯敢会伤济？差不多混伫边啊，迄种。边啊，心悸都伫边。开玩笑。因为我知讲话，你这专辑内面有一首歌叫非常之特殊，是叫做《爱的摩卡》。摩卡。哎呦，这个摩卡是等于讲是咖啡嘛，对不对哈？咖啡没不对。咖啡套着其他的物件，对不对哈？对。这高追化学作用。真的嘞吼。这首歌叫做这嘛是算是你的专辑内面较轻快的歌曲。对，而且这做曲的人，伊是一个少年囡仔。少年囡仔。这首歌伫新加坡。伊当初新加坡有创做一个叫什么歌词曲比赛啊，是得第一名。安尼哦，对词曲。哎呦，莫怪这个系这英语吼，英语。对，迄个词曲的做曲的人，伊刚几岁？19还几岁？10几岁尔哈？19、20。哎呦，足厉害！高。心血最好嘛是伊做。是，迄嘛伊做。安尼哦，这曲嘛是伊做。真厉害。真正厉害。所以变讲你这首歌真正融合很多元素在里面的吼。嘿，这有新加坡人来参与的对吧？我的这实在有搞了，在这地吼。全方剩蛮多。真的。我说甲你的人同款，会晓演戏吼。个按人引导吼，个代言，好个唱歌吼，这真正全方位啦，真正有影，这真正系。好，安尼当然咱这个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啦，吼，这有当时呢50分钟收一个过吼，有当时呢感觉讲啊，这无讲加，未讲啊啥，差不多要讲要 say goodbye，后盖再过来啊，那真正有够万叹的，真正吼，不紧。咱最后吼，个邀请咱这知己好朋友来欣赏咱黄文新这个专辑内面吼，这个专辑叫做《爱那斯》，即马这个场所拢买着啦，唱片行无问题啦吼，对，也是网络购买，网络嘛是使，买，对，即马网络简单啦，网络足发达啦，对啦，当然咯，上好是讲邀请知己好朋友去KTV 吼，卡拉 OK，甲阮传唱一下安尼。这真正有赞吼！当然这个最后甲咱知己好朋友say goodbye 者。好，要过年吼，伫遮先温馨的先甲大家拜一下年，祝大家伫新的一年会当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狗年旺！哎呦，水干的！作为咱最后吼，那个邀请咱知己好朋友欣赏这首歌曲叫做《爱的摩卡》感谢咱温馨来到咱现场哈，谢谢你哦哈！一定要过来哈！好，我的引导的，我足介意。好来，邀请大家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《爱的摩卡》，听看卖来。路咱这个天步，美丽幸福一步一步轻松的脚步经历，信心要永远做你的歹担心，超过你参加你，咱用心去调和。我的真情话，你的担心，咱的爱情像摩卡，为你泡的摩卡，我因为这天有你来作伴，咱的爱情像咖啡感官。你靠下感受我，感情拢袂煞。摩卡，哦哟，我的全部，到处幸福快乐的滋味，有你就圆满。